日係2025年2月21日。第一日嘅行程，今日會去新北江嘅一間旅館，喺嗰度住一晚，然後就會去台灣最北點嘅地標富貴角燈塔。依家去食早餐先。依家正係返工嘅時間啦，所以咧四圍都好多車，好多人。呢個就係蛋餅，個餸係豬肉高麗菜。食完個早餐啦，個蛋餅都唔錯喎。呢啲共享單車就30分鐘5蚊，可以成個台北咁行。依家都係一路沿住啲馬路咁行咯。響公路，響啲支路，行人路啊，一路行上呢條斜路，跟住就進入呢個快速公路側邊嘅單車徑。哇！繼續。頭先遇上一個台灣人，佢每日行5K 嘅話，咁而家已經行咗100幾日㗎啦。佢如果咁計，全程要輕鬆啲。咁都要行200日左右咯，好犀利啊！
今晚就住喺呢度民宿。呢間民宿係一個藝術家開嘅，70幾歲嘅啦，個藝術家。呢度都經營咗10幾年。入邊有2間房，我住呢間，出邊一間。好簡單啊，廁所都算大啦，呢度。好啦。